自2025年2月11日，每日成安宫读经，毋通行回头路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民数记14章第10到45节。全会众就出声埋怨，迄暝因拢啼哭。以色列人埋怨摩西甲亚伦，对因讲：可袂得阮死伫埃及，可袂得死踮即个旷野。上主若会带阮来到遮，害阮互人杀死，某囝嘛互人掠去，阮倒去埃及，减无较好。因互相讲来讲去，咱着选一个首领，带咱倒去埃及。摩西甲亚伦拍落伫以色列全会众的面前，探查迄个队的人中间，伦的囝约书亚甲耶夫尼的囝迦勒拆去因的衫，对以色列全会众讲：阮探查经过的地是真肥阁水的地。上主若意爱咱，就会带咱入去迄个地，将迄个流奶甲蜜的地赏赐咱。毋过，恁毋通背叛上主，嘛毋免惊迄所在的人，因为互咱吞灭，甲因保庇的拢已经离开。上主甲咱同在，毋免惊因。全体会众讲要用石头甲因钉死，迄时，上主的荣光伫会幕对所有的以色列人显现。上主对摩西讲：这子民藐视我要到佇时，我伫因中间行遐济神迹，因到佇时才会信我。我要用瘟疫拍因，互因袂当承接即个家业。毋过我要互你成做大国，比因较强盛。摩西对上主讲：你若安尼做，埃及人一定会知，因为你捌用你的权能带遮的人民对埃及出来。埃及人会对即所在的住民讲即个事，即所在的住民嘛已经知，上主你甲遮的人民同在，你的魂伫因的顶面，伫迄中间，你对因显现，互因亲目看见。日是用云条，暝是用火条引带因。当你若一个下手杀死遮的人民，遐会听见你的名声的列国会讲，因为上主袂当将即个人民带入去伊对因立誓应允的地，就伫旷野甲因凿灭。但求我的主照你所应允的，显出你的大权能。你捌讲，上主无快受气，阁有丰盛的慈爱，赦免罪孽甲过失，一定袂甲有罪个判做无罪，要追究人的罪，对爸到囝到三四代。求你照你的大慈爱，赦免即个人民的罪孽，亲像你对带因出埃及到今，常常赦免因共款。上主讲：我要照你的话赦免因，毋过我记我的活命，甲我充满全地的荣光立誓。这人虽然有看见我的荣光，佮看到我伫埃及甲旷野行过的神迹，还试探我10遍，毋听趁我的命令，所以因一定袂当看到我对因的列祖立誓应允的地，所有藐视我的，拢袂当看到。毋过我的仆人迦勒，我要带伊入去伊行过的地，伊的后代嘛要得到迄个地做家业，因为伊有甲别人无共款的心志，专心跟缀我。明仔载，恁着转方向，对红海的路去旷野，因为亚玛力人甲迦南人住伫山谷。
上主阁对摩西甲阿伦讲：这个歹的会众对我发怨言，要到第时？以色列人对我的怨言，我拢有听见。就甲因讲，上主讲：我记我的换命立誓，我要照恁所讲的怨言对待恁。恁的心思会倒伫即个旷野，恁中间有登录20岁以上对我发怨言的人，一定袂当入去我立誓应允要互恁徛起的地。只有耶夫尼的囝迦勒甲伦的囝约书亚才袂当入去。毋过，恁所伫想为互人掠去的囡仔，我要带因入去，因会得到恁所去杀迄个地。恁的心思会倒伫即个旷野，恁的囝儿会伫旷野流浪40年。但当恁无重视的罪，直到恁伫旷野完全消灭。恁探查迄个地的日子共40日，一年拄一日，恁着对恁犯的罪孽付出代价40年，恁就知反对我的结果是安怎。我上主已经讲，我要安尼对待所有自责对敌我的歹会众，因要伫即个旷野消失，死伫遮。摩西派去探查迄个地的人，倒转来报迄所在的歹消息，直到全会众对摩西发怨言。遐个报歹消息的人，拢拄着瘟疫，死伫上主的面前。去探查迄所在的人中间，只有伦的囝约书亚甲耶夫尼的囝迦勒还活着。摩西将这个话甲以色列众人讲，人民就真悲伤。因透早起来，上到山顶讲：阮有犯罪，当阮伫遮，阮要上去上主应允阮的地。摩西讲：恁若要违背上主的命令，恁安尼做袂成功，毋通去，因为上主无甲恁同在，恐惊恁互对敌拍败。亚玛力人甲迦南人拢伫恁的头前，恁会死伫因的刀下，因为恁无缀上主，所以上主无要甲恁同在。因坚持要上山顶，毋过上主的约柜甲摩西无出营地。对安尼，亚玛力人甲住伫山巒的迦南人，拢落来攻击因，甲因拍败，甲因赶到何尼玛。毋通行回头路。当12名侦探对迦南地勘查转来了后，其中10个人向以色列人散布夸口悲观的报告，这个话严重打击人民的士气，直到全会众规暝悲叹哀嚎，营中弥漫着不安的气氛。总是少年的迦勒和约书亚却发出另类的声音。这两个人无畏惧群众的压力，勇敢表达所看见甲所想的。更加重要的是，因伫其他领袖的面前尊荣上帝。尽管众人反对，因犹原坚定宣告上帝的信息甲全能，相信伊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允之地。因为约书亚和迦勒相信上帝，上帝应允因一个有福气的未来。上帝保证因得要进入迄应允之地，因的后代子孙也要伫伊所属的土地蒙福。这是偌尔大的恩典。不过，就算上帝应允一个有盼望的未来，伫还未到流年甲蜜的迦南地进前，因还是爱警醒，踮旷野中奋力前进。
只要因无半途而废，行回头路，自由和福气一定属伫因。反观其他以色列人，却埋怨摩西和阿伦讲：上主若要带阮来到遮，害阮互人杀死，某囝嘛互人掠去，阮倒去埃及减无较好。这话表露出因对上帝的否定，因随时拢准备好势，要行回头路，选择离弃上帝。以色列人心心念念的，毋是追求真做有尊严的人，反倒是宁愿转去埃及做奴隶，中权曲强压腰，只求会当得到暂时的温饱，会当免于旷野的磨练。因无顾虑家己的下一代，也是要因为因的错误决定，陷入永远做人奴隶，不得翻身的命运。台湾目前的政治处境，也真像长龙时的以色列，有未少不良的政客、网红、演艺人员，为了家己的前途，大力配合中国的意图。因大大赞赏中国有偌好拄偌好，却对台湾进行各种抨击和讥笑讽刺，公开嫌弃台湾、唱衰台湾，甚至不替发表台湾人应该向中国投降的言论。这甲一心想要行转去埃及，毋愿接受旷野试炼的以色列人有甚物差别？结果，这阵自私搁悖逆的以色列人，引发上帝的受气，因为因的邪恶和对上帝的怀疑，上帝决定要毁灭因。该在摩西为以色列人求情，因为安尼上帝存留因的后代。上帝要实现，互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承诺，但是只有坚心倚靠上帝、心存仰望的人，才当忍耐到底，终有一天见证上帝的信息。默想，我的人生阅历连接顶一代和下一代，我的任何决定拢可能左右下一代的命运。我是毋是清楚意识到家己的存在和决定真重要？就伫要做出每一个决定的时，拢真谨慎。我的人生阅历连接顶一代和下一代，我的任何决定拢可能左右下一代的命运。我是毋是清楚意识到家己的存在和决定真重要？就伫做出每一个决定会真谨慎。咱来祈祷，上主啊，我羡慕约书亚和迦勒专一军队你的心志，不为众人打压，犹原倚靠信实的上帝，坚持做对的决定。愿我也有安尼的心志，为我的信仰人生、家庭甲国家的前途奋斗。求主帮赞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